今日來咗一部珠海本地嘅 Model Y， 車主有兩個要求：一、換胎壓傳感器；二、更換電機油。OK， 特電唔講廢話，馬上安排。大家從屏幕上睇得見，目前右後輪嘅胎壓係有問題嘅。先將個輪胎卸落來，大家睇下，呢個就係特斯拉嘅胎壓傳感器啦。每款車型都係用佢嘅，呢個新嘅係車主自己帶過來嘅。我哋對比一下，其實係一模一樣嘅，只要將佢換上去就 OK 啦。好嘅，跟住落來係更換電機油。喺呢度同大家科普一下，一般6到8萬公里就需要更換一次電機油啦。咁樣做能夠盡量延長我哋電機嘅使用壽命，但係呢部車嘅電機油係一直冇換過嘅，到目前為止一共跑咗18萬公里。今日係首次更換，呢部 Y 條命仲硬過側田手命硬，特斯拉啲質量真係抵讚。其實換電機油同換油車嘅機油係差唔多嘅，而且換電機油同樣都需要換埋機油格嘅，應該好多人唔清楚吧？你哋睇呢啲油仲黑過膠渠水啊！正常嘅電機油顏色係淡黃色嘅，而家入面嘅廢油已經排空晒啦。我哋先清理乾淨旁邊嘅油污，換上新嘅機油格，上好螺絲就可以灌油啦。正常換一次電機油係2.3升左右就夠啦。好，而家全部搞掂，可以去試車啦。胎壓正常返，收工。如果你嘅特斯拉有任何問題，可以隨時諮詢我哋特電港澳特斯拉。See you。